这把剑已经同他的命运连在一起了。一心要报仇的话，只有握着剑的时候，才算是真正的活着。可是，他却为了救我而弃剑，弃剑如弃命。我一定要把布大哥救回来。云师弟对孔慈的爱，我远远比不上。我对他的怨恨，早就随着孔慈的死，消失无踪了。那好，等云师兄醒了以后，我们三个就一起开诚布公，深谈一番，把所有的心结都化为零。好，我们要把芥蒂抛到九霄云外，让雄霸分化我们的计谋彻底瓦解。初入姑娘，初入姑娘，你一定累了，来，交给我，我来吧，我来照顾。没事，还是我来。来吧，来，志成大哥，过来歇会儿。不要。来吧，来坐，来，先坐下来，来，哎，初入姑娘，先坐下来，来，来喝水，我来照顾她。不行，建成大哥，让我来吧！哎呀，我求求你，还是让我来照顾他吧。其实我很担心云师弟的将来。哦，双师兄发现什么不妥吗？我看着云师弟从小加入天下会，甚至不管他如何孤僻，不过是较难相处罢了。可是从他因为孔慈之死离开天下会之后，每当我再遇上他，发觉他所散发的戾气一次比一次重，使我极为不安。我也有同感。如今他握有一把绝世好剑，日后为了追杀雄霸，必会殃及更多生命。我担心他一旦无法抑制戾气，恐怕会滥杀成魔。江湖仇杀，有的时候实在是迫于无奈，但有时候人也会毫无理由只为疯狂而杀。我不希望云师弟变成这种人。我有股强烈的直觉，只有你才能够阻止他。有机会的话，你劝劝他。我了解，我会尽力而为。有信，拿下来看看。是梦，是梦给我的飞鸽传书。与君一别，匆匆已过数月，不知公子近况可好？甚念。我已回到湖边小屋，过着一如往常平静简单的生活。虽然我早已习惯形单影只的日子，但数月前为公子疗伤而朝夕相处的情景，却历历在目，常绕心头。不曾有过朋友的我，从不知生活中有了朋友会是如此美好，如此叫人难忘。今日特捎函与公子，寄望借由飞鸽往返，与公子延续友谊。盼来函，孟子。怎么了？
信上写了叫你烦恼的事吗？不是信的内容，而是我忽然想到，我行踪飘忽不定，梦却有办法飞鸽传书给我，这说明我们落脚于家庄的事已经不是秘密了。这点我也想到了，雄霸耳目众多，应该是比梦更容易打探到我们的下落，发动攻击。但是，应该来的躲也躲不过。我们能做的只有加强戒备，以免敌人进犯，骚扰云师弟养伤。段浪，一起来了，来，趁热赶快把猪肺汤给喝了。尤若，真不好意思，又让你一大早起来煮猪肺汤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少啰嗦，你喜欢喝猪肺汤，我喜欢煮猪肺汤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段浪，可不可以让我画你？画我？哎，不要动啦！画完了，让我看一下。不行，这画我还要回去稍作修饰，还没完成的画谁都不准偷看。那你画完了，一定让我看一下哦。我会记得的。布大哥，你快点醒过来吧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我不要你死。我是楚楚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吗？布大哥。老天爷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布大哥吧，让他快点醒过来。老天爷，只要布大哥能够醒过来，我愿意为他受所有的苦，求求你了。尤若，以后谁娶了你是谁的福气。连续5天，每天早上都喝你煮的猪肺汤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。只要你不嫌弃，我天天煮给你喝。段浪，你放手，我要走了。太好了，
他没有拒绝我，我一定得加把劲儿。要是我能够当上驸马爷的位子，熊帮主的位子就指日可待了。孟姑娘，别来无恙。在我双目复明之前，孟姑娘匆促离去，一直未能目睹姑娘的风采，令我遗憾至今。姑娘的悉心照顾，在下没齿难忘。姑娘的来函，更为困在扰攘江湖、身不由己的我，注入清泉般的生命力，令我如获至宝。我已由衷盼望能持续跟姑娘的友谊，盼续来函，封笔。我吃你的马。哎，不行，这只不能吃，还给我。哎，我就要吃你的马，吃你的马。你什么都能吃，就是马不能吃。不服气啊？还给我！你服输，来抢啊！哎，你还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不知不觉窗外的天变亮，原来心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没有你的异乡，只有冷风陪我流浪。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，我握不住也看不见，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，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欠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。该死的孽妇，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？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？优若，是你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优若，我已经2天没有喝到你的猪肺汤了，所以今天特地来看看你身体是否为何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怎么全是内风？我的呢？你替我画的画像呢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，你替我画的画像呢？你说呀！你滚开！这里不会有你的画像，我从来只画聂风，不会画其他任何人。究竟是我傻还是你疯？这些天我一直是聂风的影子，你根本就当我不存在。你看着我画的竟然是聂风，
我不是当你不存在，是我太想念聂风，不知不觉把你当成他的替身，利用了你。利用我？我段浪这个沦落到只能做别人的替身。你爹以前把聂风当宝，把我当烂泥，现在你又这样，我到底有哪一点不好？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聂风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谁来告诉我？都是大小姐，她不该欺骗我的感情，我让她了解我有多痛心，我向她证明，我爱她可以爱到为她死。段浪啊，段浪啊，你真是没出息的家伙！你这样凭什么跟我一起开创霸业呢？好，你要想死，老夫成全你。不要杀段浪！段浪想死，老夫成全他有何不妥？让开，要不然连你一起教训。爹，都是女儿不好，求求你饶了段浪，你让女儿去跟他说。起来吧。我不准有人在我天下会寻死寻活，否则两个都得死。不要走，我让你陪我。幼若，我没想到你会不顾自己生死来救我。幼若，相信我，聂风不会回来了，忘了他吧。我去给你煮一碗猪肺汤。我不要喝什么猪肺汤，我再也不要喝猪肺汤了。好好好，不要猪肺汤，你不要生气嘛，你这样伤口会裂开的。这样好了，你失血过多，我去给你煮一碗猪肝汤补血。幼若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不要再想聂风了，忘了聂风吧，让我们一切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叔叔，来，吃点东西吧。别忙了，会弄坏身子的。多吃点。我不想吃。不想吃？那怎么成呢？身体会饿坏的，还是趁热吃吧。啊！那，就看你的了。
好好歇会儿。谢谢你，建成大哥。各位请留步，如果不是建成师命在身，必须回去复命，建成实在不愿意跟大家告别。建成老弟，谢谢你这些天帮忙照顾云师弟，希望我们有缘能再相聚。是啊，这几天多亏建成兄的热心帮忙，非常荣幸能跟您相识一场。好说，大家相识即是缘分，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相见。建成大哥，我送你一程吧。好的。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走吧。建成他的气度不凡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真不愧为英雄剑的传人。但是怕他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虽然他是英雄剑的传人，但也难破情这张网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建成大哥，这几天我忙着照顾布大哥，都忘了跟你说声谢谢。这些天你不辞辛劳的陪着我，日夜不停的照顾布大哥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。大家都是朋友，何须言谢？倒是我十分的羡慕步星云，他实在太幸运。楚楚，如果没有步星云的话，你会愿意跟着我吗？抱歉，我不想为难你，就当我没问吧。建成大哥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把你的地址留给我，等布大哥的身体好了以后，我跟他一起去探望你。况且我还想拜访一下你师父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见我师父？怎么，你不欢迎啊？不，实在是我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地址我早就写好了，只是不知道该不该。啊，我还以为你不愿意来呢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的，而且我跟布大哥会一起去探望你的。好，楚楚姑娘，请多珍重。建成大哥，你也要多保重。那我走了。蛋堂主手臂的伤已经痊愈了，只是不知道心头的伤好得了吗？副帮主，你是特意来奚落我的吗？不敢，我只是百思不解。一个曾经教训我要忍一时之气的智者，会因为一个骄纵任性的魔女弄得要寻死？莫非他要掌控整座森林，只是说说罢了？蛋堂主，你别痴心妄想了。熊帮主他是绝不可能把幽若嫁给你的。何以见得？在熊爸的眼里，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。可是他并不会阻止我跟幽若来往。你真是被冲昏头了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幽若是熊帮主要利用你引你上钩的饵吗？可是幽若她
你应该最清楚。当初雄霸也曾利用孔慈来分化他的3名入室弟子。尤若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所以他绝不可能把优若嫁给你的。我明白了，他是想利用我除掉风云，然后再把我一脚踢开。段堂主，你终于开窍了。那尤若不是太可怜了，被自己的父亲所利用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段堂主，外面的女人多的是，千万不要为情所困，而失去拥有大好江山的机会啊！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我爱上段浪？不可能的！我明明爱的是聂风，我不可能爱上聂风以外的男人。或许我该再去为他煮一碗猪肝汤，毕竟他是为我而受伤的。段堂主，请用茶。滚！你不是走了，再也不来了吗？我走不了，我心甘情愿的回来煮猪肝汤给你喝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哎，你喝慢一点，不要烫到了。好喝极了，看来我们白刺自己一刀。日前有消息回报，步惊云和聂风等人在余家庄歇脚，你立刻前往取回绝世好剑。帮主放心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严尼的消灭风云的战略计划，你回去好好看看。谢帮主，我这就回去仔细的研读。慢着，我听说最近幽若常常去找你啊。是的，看样子我女儿这次是真的喜欢上你了。大小姐对我的确很关心，我对她也是真心的，希望帮主成全。一定啊！你放心，等除掉步惊云和聂风，老夫帮你们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。谢谢帮主，我这就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早上赶往余家庄。帮主，说吧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但愿是我多心，不过还是提醒一下帮主，多留一下天池那几个杀手。他们想要造反吗？我谅他们没这个胆，也没这个本事。段浪，爹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段浪。
浪呢？段浪不在，我派他出门办事去了。那，爹你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要等我？不错，你最近跑这里跑得很勤呢。这里有那么好玩吗？爹，天下会的大小事务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而且段浪曾经向你表明一切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女儿常到这儿来，并非好玩。就是这样才糟糕啊！段浪完全不适合你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免得牵扯不清。爹，女儿已经长大了，适不适合自己知道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的意思是叫我不要干涉？如果爹要这么解释，女儿也没意见。不行，你平日怎么样胡闹都可以，只有这件事爹反对到底。为什么呢，爹？你不是一向很倚重段浪吗？假如我跟段浪在一起，他就会更尽心为你卖命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幽若，你的夫婿必须是人中之龙，必须有高人一等的家世。段浪他只不过是一只乌鸦而已，就算飞上枝头也当不了凤凰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再说，只要爹登高一呼，要多少替我卖命的工具都有。工具？原来爹只把段浪视为你的工具。不错，段浪的价值只够作为工具，人不能对工具产生感情，因为工具迟早会坏，会变得毫无价值。所以，到时候，爹就会把毫无价值的工具给扔了。幽若，你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为父的想法了，不要再给为父制造烦恼，好吗？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你要干什么？嘿嘿嘿，玉姑娘，好几天不见了。嘿嘿，我此来只是为了取剑，绝无伤人之意啊！嘿嘿嘿嘿嘿。这个，他剑握得这么紧，看样子非要硬来不可啊！哎呀，鹬蟒相争，剑贪得利。老子绝顶聪明，绝世好剑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菊菊姑娘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剑贪进来偷剑，郭大哥似有感应，突然醒了，而且全身冒烟的，发慌般的从门口追出去。走。无名王妻果然葬在这里。门主有令，若寻得无名妻子的坟墓，就把尸骨挖出错碎，以报当年无名伤他之仇。赶快动手吧！好。
什么人偷袭我们的？不知道，没看见。会不会是鬼？鬼啊！鬼啊！婕妤，我连累你惨死，现在又害你死后不得安宁，对不起。师父，这不能怪你，要怪只能怪人心险恶，连无辜的亡魂他们都不放过。刚才的情形你全看到了。是的，今天是师母的亡魂忌日，我猜想师父一定会在这儿，所以就直接过来向师父报告我这次出门的情形。正巧遇到2个恶人在破坏师母的坟，若是师父不出手，我一定会教训他们。只是师父为何要放他们走？他们说的门主又是谁？说不定就是当年谋害师母的凶手吧。其实真正的凶手不是任何人，是陪伴我多年的名声。我只想和你师母安安静静度此残生，并不想报仇。我的心里应该很了解才对。师父，这一点徒儿很清楚，可是徒儿不愿意看见师父把罪过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，也不愿看见师父伤心啊。有因就有果，时候到了，伤心无法避免，也无法可挡。师父，徒儿办事不力，非但没有找到绝世好剑，连英雄剑也给毁坏了。其实有形之物，它早晚都会损坏，不用记挂于心。只是看着断痕，还留有一股邪气，砍断这把绝世好剑的，一定是一把奇邪无比的剑。是的，那柄剑确实十分邪异，叫做火灵剑，归段浪所有。只是把那把剑若跟绝世好剑相抗衡的话，威力远不如绝世好剑。那把绝世好剑现在在哪？在步惊云手里。步惊云。因云而出，为了阻止这场江湖杀戮，我也无法再独善其身，我一定要亲自去取剑。师父，你是不是要去找步惊云的？徒儿陪你去吧。不用，你刚回来已经够劳累，不宜再奔波。况且中华阁需要人看着，你还是回中华阁去吧。